謝霆鋒與 Marcus 周六見面，列局揭曉。10歲孩子的一個決定，改變了謝家軌跡。那是一個普通的周六，謝霆鋒的車停在 Marcus 學校附近的街角。他沒有提前太久到達，也沒有至到，恰好在他和 Marcus 約定的時間之前幾分鐘出現在那個位置。他在車裏等了一個人，沒有看手機，沒有打開音樂，只是坐在駕駛座上，看向學校大門的方向。Marcus 從門裏走出來的時候，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背着一個雙肩包，步伐節奏與他的年齡相符，沒有因為謝霆鋒在等他而加快或放慢。他走到車旁，拉開車門，坐進副駕駛座，繫好安全帶。謝霆鋒未有問他今天想做什麼，沒有提前安排行程，只是在確認他已經坐好後，發動了引擎，沿着街道駛離了學校門口。他在那段時間裏沒有因為需要確認方向而放慢車速，也沒有因為需要確定目的地而停在路邊，他只是沿着街道向前開着，在行駛過程中保持着他在其他時間駕駛時的速度，沒有因為副駕駛座上的乘客年齡較小而需要調整他的駕駛方式。Marcus 在後來的某個時候說過一句話，關於那次見面的。他在被問到你周六和你爸做了什麼時，回答的句式與他的年齡相符，沒有使用複雜的措辭。他說：我們只是在車裏坐了一個人。他的回答在後來被引用時，保持着他被說出時的長度和順序，沒有因為他被引用而需要被縮短或擴展。他在說完我們只是在車裏坐了一個人之後，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只是在回答中被問到了，然後說了一句他已經確認過的話，列出了對那段經歷的描述。他在回答中使用了只是來複合那段經歷的範圍，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避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謝霆鋒在後來被問到你那次和 Marcus 見面做了什麼時，他的回答在長度上與 Marcus 的回答接近。他說：開車，聊了一個人。他在使用聊了一個人時，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回答中已經完成了對那次見面的定位，並且在完成定位後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其他事項時的節奏或順序，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那次見面的內容已經被完整地複合在他在完成那些事的時候已經完成確認的範圍內。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過那次見面的內容不需要因為他被問到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他在完成回答後，沒有因為那段回答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回答後的坐姿或動作，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他在回答中所說的位置一致。他在完成回答後已經確認過那段回答的內容不需要因為被討論而需要被重新檢查，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狀態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像柏茲在那次見面被討論後，沒有在公開場合中提及那次見面的內容。他在被問及你看到 Marcus 和謝霆鋒見面的消息了嗎時，他的回答是看到了，那是他們的事。他在使用那是他們的事來定位那次見面的貴族範圍後，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回答中已經完成了對那次見面的定位，並且在完成定位後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其他事項時的節奏或順序，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那次見面的內容已經被完整地複合在他在完成那些事的時候已經完成確認的範圍內。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過那次見面的內容不需要因為他被問到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
他在完成回答後，沒有因為那段回答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回答後的坐姿或動作，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他在回答中所說的位置一致。有人在看到那次見面的消息後，翻出了 Marcus 在更早時期被記錄到的一段採訪，那是一段年齡更小的他被問到關於家庭的問題時的回答。他的措辭比後來更簡短，但方向與後來一致。他在那段回答中說：我有兩個家。他在使用兩個家時，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那段記錄被翻出後，被放置在與周六見面相關的討論中，與謝霆鋒和 Marcus 在那次見面中的行為並排放置，不需要通過任何解釋來連接他們之間的間距。有人在看完那段記錄後，在評論區中寫道：他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怎麼定義家人了。那段記錄在後來被引用的次數增加，但每次被引用時都保持了他被說出時的長度和順序，沒有因為被反覆引用而需要被縮短或擴展，也沒有因為被引用而需要被重新排列。像柏茲在那段記錄被翻出後，沒有在公開場合中提及那段記錄的內容。他在被問到你看到那段舊採訪了嗎時，他的回答是看到了。他在回答中確認了他已經看到了那段舊採訪，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回答中已經完成了對那段舊採訪的接收確認，並且在完成確認後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因為那段舊採訪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的位置，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那段舊採訪的內容不在同一區域內。他在回答中使用了看到了來複合他對那段舊採訪的接收範圍，沒有因為在回答中確認了接收而需要延長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也沒有因為在回答中確認了接收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回答後的坐姿或動作。他在完成回答後，沒有因為那段回答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回答後的坐姿或動作，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他在回答中所說的位置一致。謝霆鋒在那段舊採訪被翻出後，沒有在公開場合中提及那段採訪的內容。他在被問到你看到那段舊採訪了嗎時，他的回答是看到了。他在回答中確認了他已經看到了那段舊採訪，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回答中已經完成了對那段舊採訪的接收確認，並且在完成確認後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因為那段舊採訪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的位置，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那段舊採訪的內容不在同一區域內。他在回答中使用了看到了來複合他對那段舊採訪的接收範圍，沒有因為在回答中確認了接收而需要延長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也沒有因為在回答中確認了接收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回答後的坐姿或動作。他在完成回答後，沒有因為那段回答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回答後的坐姿或動作，因為他在回答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他在回答中所說的位置一致。Marcus 在週六見面後的一段時間內，沒有被拍到與謝霆鋒同框的畫面。他在那段時間內完成了他的日常安排，沒有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那些事時的節奏或順序。他在被問到你上次和爸爸見面做了什麼時，他的回答與他在更早時期被記錄到的回答在句式上接近，長度也與之前保持一致。他說坐了車，說了話。他在回答中沒有使用我們或他這類代詞來複合那次見面的範圍，也沒有因為被問到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順序。他在回答中完成了對那次見面的確認，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預留後續的回應空間。
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長度與他回答其他問題時一致，沒有因為話題涉及謝霆鋒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過那段經歷不需要因為被討論而需要被重新檢查，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狀態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他在完成回答後已經不需要再回到那次見面中嚟確認他的位置是否仍然保持着他在完成時的位置，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他完成時的位置一致，並且已經確認過他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需要被重新定位。他在完成回答後已經不需要再回到那次見面中嚟確認他的狀態是否仍然保持着他在完成時的狀態，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狀態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那段舊採訪被翻出後，有人注意到 Marcus 在回答中使用兩個加時的語氣，與他在週六見面中被描述的狀態一致。他的回答沒有包含但是或雖然這類詞，也沒有因為提到兩個加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順序。他在回答中把兩個加並排放置，沒有將他們放在需要被比較的位置上，也沒有因為提到他們而需要對他們之間的差異做出說明。他在回答中完成了一次確認，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預留後續的回應空間。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長度與他回答其他問題時一致，沒有因為話題涉及家庭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過他對兩個家的認知，並且在確認後沒有因為外部條件的變化而需要調整他的位置。有人將他的回答與張柏芝在更早時期被記錄到的採訪並排放置，在那段採訪中，他被問到你覺得家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是家是一個不需要解釋的地方。兩段記錄在時間軸上相距數年，但他們在同一頁面中被看到時，不需要通過任何解釋來連接他們之間的間距。有人在看完兩段記錄後，在評論區中寫道：他說的兩個家和他說的不需要解釋，指向的是同一個位置。張柏芝在那段舊採訪被翻出後的一段時間內，沒有因為那段舊採訪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的公開行程。他被拍到出現在一家餐廳，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水，桌面上沒有放置手機。他在用餐過程中未有因為被認出而需要調整他的坐姿或用餐速度，也沒有因為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而需要縮短他在餐廳停留的時間。他在完成用餐後站起來，把椅子推回桌下，在走向出口時沒有因為被拍到而需要調整他的行走速度或方向。他在完成那段行程後，沒有因為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其他事項時的節奏或順序，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那些事項的完成狀態與他在完成時確認的狀態一致。謝霆鋒在那段舊採訪被翻出後的一段時間內，沒有被拍到與 Marcus 同框的畫面。他在那段時間內被拍到與 Lucas 同行，兩人之間的距離保持着他與 Lucas 平時同行時的長度。他沒有因為那段舊採訪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的步伐節奏，也沒有因為那段舊採訪被討論而需要確認 Lucas 的位置是否在他視線範圍內，因為他在同行時已經確認過 Lucas 的位置在他可以確認的範圍內。他在完成那段同行後繼續向前走着，沒有因為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其他事項時的節奏或順序，因為他在同行時已經確認過他的步伐與 Lucas 的步伐之間保持着可以被測量的間距，並且已經確認過那個間距不需要被調整來的應他們行走的方向。他在完成那段同行後，沒有因為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其他事項時的節奏或順序，因為他在同行時已經確認過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已經被完整地複合在他在完成那些事的時候已經完成確認的範圍內。有人注意到謝霆鋒在週六見面中被拍到的車輛與他平時駕駛的車輛不同，那是一輛深色的普通轎車，不是他平時出現在公開場合時使用的車輛。
車輛在被拍到後，被標記為非公開行程用車，但沒有因為這輛車被注意到而需要被移動到不同的位置，也沒有因為被注意到而需要調整它在停車場中的停放位置。車輛在被拍到時保持着它與 Marcus 見面時的狀態，沒有因為需要被看到而調整它的停放角度或位置。車輛在被人看到後，沒有因為被討論而需要被移動到更隱蔽的位置，也沒有因為被討論而需要被重新停放。它只是停在被拍到的位置，不需要因為被看到而需要調整它的停放方式。有人在看到那輛車後，注意到它的停放位置與 Marcus 學校門口的距離與謝霆鋒在到塔時選擇的位置一致，沒有因為需要被看到而需要調整它的停放角度。Marcus 在週六見面後的一段時間內，沒有被拍到與謝霆鋒同框的畫面。他在那段時間內完成了他的日常安排，沒有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那些事時的節奏或順序。他在被問到你上次和爸爸見面做了什麼時，他的回答與他在更早時期被記錄到的回答在句式上接近，長度也與之前保持一致。他說坐了車，說了話。他在回答中沒有使用我們或他這類代詞來複合那次見面的範圍，也沒有因為被問到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順序。他在回答中完成了對那次見面的確認，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預留後續的回應空間。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長度與他回答其他問題時一致，沒有因為話題涉及謝霆鋒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子的長度。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過那段經歷不需要因為被討論而需要被重新檢查，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狀態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像柏茲在那次見面的消息被討論後，沒有因為那段討論而需要調整他在公開場合中的行為。他在被拍到與 Marcus 同行時，兩人之間的間距保持在約一步的範圍內，沒有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與 Marcus 之間的距離。他在行走過程中未有因為被拍到而需要調整他的行走速度，也沒有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與 Marcus 之間的間距。他在完成那段行程後，沒有因為那次見面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在完成其他事項時的節奏或順序，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那段行程的內容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他在完成那段行程後已經不需要再回到那次見面中嚟確認他的狀態是否仍然保持着他在完成時的狀態，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狀態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他在完成那段行程後已經不需要再回到那次見面中嚟確認他的位置是否仍然保持着他在完成時的位置，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位置與他完成時的位置一致，並且已經確認過他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需要被重新定位。他在完成那段行程後已經不需要再回到那次見面中嚟確認他的狀態是否仍然保持着他在完成時的狀態，因為他在完成時已經確認過他的狀態與他完成時的狀態一致。